前祈祷，求你的圣神甲今仔日领事会同工同在，以及圣乐队甲阮的小会员，你的圣神踮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甲圣神同工，阮要真侪恶佬的器具，阮要真侪保养上帝你信息的天使，由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踮伫每一个侍奉的同工，互阮用敬畏的心，用恶佬的心，主你的灵进入伫因的内底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会当真侪祝福人的人，祝福阮所做的工会当互你的名得到高举，也互阮的兄弟姊妹得到造就。阮特别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的小会同工来祈祷。今仔日阮的长老要捧圣餐的杯，求天父上帝你互因所捧的杯，会通真侪稳定的杯，真侪活命的杯。愿你清去因的心志，清去因的手，互阮手上所捧的杯无拍拉散，也通互上帝你的救恩通为阮的侍奉，互人得到造就。愿将今仔日的敬拜，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，愿你的圣神帮助阮，祈祷我个所圣名，阿门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主，互咱做一摆正确的选择，就是来圣殿朝拜咱的阿爸天父。伫咱来敬拜开始，咱做位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阮再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因为阮知阮需要，阮需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摆领受你的救恩。恳求圣神再一摆运行伫即个中间，带领互阮所唱的、所吟的、所听的、所看的，拢合你旨意。愿献上阮的感谢、祈祷、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历诗篇100篇第4节讲：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耶和华本为善。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《让赞美飞扬》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祝福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全地。当晨曦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击鼓跳舞扬声欢呼，喜都要赞美的，让赞美中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中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全地。当晨曦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击鼓跳舞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，让赞美中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中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我们的生活不易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赞美，要常在存感恩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神。我们一起再来唱这一首《让赞美飞扬》。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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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
像那幸福在空中飞逐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感谢主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每一天都会告诉自己，我的心很贵，一定要装最美的东西；我的情绪很贵，一定要接触让我愉快的人；我的时间很贵，一定要做有价值的事情。而我们的一生最好的事不在神以外。愿圣灵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是别人给我们，是神给我们的。我们一起来唱圣灵的江河。在你的宝座前有一道生命的水流，我们近前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，圣灵请你来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近前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，自由运行着你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近前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，自由运行着你。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圣灵的江河，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爱你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近前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，自由运行着你。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圣灵的江河，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爱你。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
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胜利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胜利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欢迎你胜利，我们爱你。诗篇34篇第8到第9节说：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的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一无所缺。愿我们的生命在惊涛骇浪中，仍然为主做见证。而这最大的秘诀，就是每天能安静在主的面前，重新充电，重新调整自己的脚步。我们一起来唱《安静》。愿我们每一天的心中有盼望，每一天的脸上带着笑容。知道你是我的神，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静，安静让平安入我心。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，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
你预备我们的心，接下来的敬拜。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学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学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。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世间情人拢着点情，虔诚徛伫面前，无伫歌女世间小事，当阮等伊受事，上帝降临。心敬天，这七字，请咱大家来吟圣诗，学了上帝。圣诗41首，恁着感谢主耶和华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恁着感谢主耶和华，主爱永远的地，开伊的门，互我君王入去感谢献祭。
做圣经，总是主所听的日子，安美花的快乐，有你拯救我万人嘅，我就得了大好。望主生命进来的人，应该得着福气。你做的主属我啊，咱就感谢你心。阿门。这时，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。启文17篇，伫圣诗后壁面启文17篇，诗篇84篇。万军的耶和华，去的所在，怎样通意爱？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。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向我的上帝求救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为着家己找一个厝；婴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寿。这是伫你遐的祭坛遐，徛伫你的厝内的迄号人有福气。因要直直学落你，伊的力在伫你，因的心意向锡安的大路的迄号人有福气。伊经过拉目屎的山谷，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。搁有秋天的雨，福气甲因看捌。伊哪行，气力哪加天。逐人到锡安朝见上帝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耳孔来听。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，你着看，看你受抹油的下面，伫你的殿院待一日，较好1000日。宁可伫阮的上帝的厝过门，较好踮伫歹人的布边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。耶和华赏赐恩惠甲阳光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，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靠你的人福气福气。阿门。接续，请咱佮三个来吟圣诗467首，467首，主要拯救同罪人，请咱一个吟全首。
当作你，这阮颠倒为传播，迷路人伊袂可怜，免绝望有主通靠，就来吟，可再来吟，主阮颠。大激起，这阮地大为传播，免绝望有主通靠。咱的百姓你做义，啥物人真会来过？注意你行这照片。袂轻地着落，着来吟，搁再来吟，使阮颠极大激起，这阮颠大为传播，免绝望。当作恁，当作恁，我做第一。我诚心甘我心事，大大福气我有知，就来吟，搁再来吟，主阮颠极大激起。阮颠大为传播，免绝望有主通靠。阿门。这时，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至圣至尊荣耀的上帝，愿敬拜你，为着你赏赐阮宝贵的性命，愿献上感恩甲懊恼。亲爱的主，逐摆阮进入圣殿，阮的心中就充满欢喜。主啊，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阮仰望主耶稣，国我的愿望，我嘛追求生命的智慧，我嘛深深思考。人的一生到底着爱做啥物代志，才是算是上好的人生？亲爱的主，阮相信你要伫阮的生命中成就你美好的旨意，因为阮拢是主你所疼的儿女。主啊，阮要搁一摆向你拍开阮的心，阮要摒开阮生命的杯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我要放弃生命的杯，求你填满伊，互阮担着主你恩典的滋味。愿圣神丰盛的听充满伫圣殿中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。恩典的上帝，今仔日阮特别为着向日葵学院的学生毕业，献上感恩，求主施恩赐福。伫每一位毕业生以及在校的学生，愿主真理的光保守因带因行伫光明的路上，活出美好的生命。求主你嘛纪念祝福所有陪伴这学生成长的老师甲同工，因的辛苦付出甲筹划。主啊，这时我嘛为着洪蔡对阿婆安息主怀。求主你的圣神安慰所有的遗族，上帝听永远，甲因三甲同在。主上帝，你的话，你的教示，是我一生行做快乐的源头甲准绳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即时安静我的心，我要恭敬来听。
我要听主你对阮讲生命智慧的话。愿主赐予阮，互讲的、听的，拢互主的话来充满。愿圣神保守阮伫圣洁的道路，甲主你同行。愿恭敬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免。上帝样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由你的名愿。上帝样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由你的名愿。上帝样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使阮平安。学老请圣歌队。
或者即时，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。首先，咱来看旧约圣经诗篇119篇71节到79节。诗篇119篇71节，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，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你所讲的律法是做我的利益，赢过千万的金银。73节，你的手创造我，正伫我，求你予我智慧，通学习你的诫命。敬畏你的人看见我就欢喜，因为伫你的话我有望望。耶和华，我知你的判断是公义，你予我受苦是对的信实。76节，求你用你的慈爱安慰我，照你对你的奴仆所讲的话，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予我活。因为你的律法是我所欢喜的，愿骄傲的人受见笑，因为因无理由冤屈我。总是我要静静想你的教示，愿敬畏你的人归恩我，因就知你干净的话。咱搁看另外一位的圣经。新约圣经提多书第3章第4节到第8节。新约圣经提多书第3章第4节。若是咱的救主，上帝的仁慈，甲伊的疼人显明的时，伊就救咱，毋是对伫咱有所行的义。是照伊的怜悯对顶头生的死，甲圣神的换身。圣神就是伊对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大降临伫咱的第7节，互咱对伊的恩来称作义，通照永活的愿望来成做护士。这个话是真实，阿免。正道做对生命有益水的事，请做牧师。向日葵学园的4个毕业生，牧师甲恁恭喜，愿上帝祝福恁头前所要行的路。今仔日毋是恁的毕业典礼，毕业典礼是后礼拜2，但是咱的向日葵学园最后一个礼拜要毕业进前，教会拢会伫礼拜中邀请恁来参加礼拜，也伫祈祷中间甲恁祝福。牧师要甲恁加油，讲伫恁的头前，无拄逐项拢会顺遂，有可能恁嘛会阁拄着生命上的困境、压力、困难。但是勇敢地向前走，愿天父上帝赏赐恁伫头前，恁会当找到一条路，互恁一生感觉很满意，会当做伫恁一生中间，互恁感觉值得骄傲、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。这就是今仔日伫礼拜中间，大家要甲恁祝福的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要续接伫顶礼拜中间咱的祈祷。顶礼拜咱做伙伫上帝圣殿所领受的题目叫做“伫圣神的内底来欢喜，有满足喜乐的人生”。所听的姊妹，顶礼拜的圣经节，敢有带互恁对心中有鼓励、有亮光、有好奇，来发出恁对生命中间的祈祷？顶礼拜有人做礼拜了后，伊甲我回应讲。牧师，这礼拜我拢来想伫圣经内底遐个话，我要怎样得到一个满足、喜乐的人生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要搁继续
来用这个祈祷来做咱的开始。愿上帝圣神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恁的一生中间找到，恁感觉真有价值，也是真满足，阁有找到一项，就是你一生中间感觉有价值、阁尊贵的代志，做对、做有意义的事情。伫咱要领受圣经的话之前，我要邀请兄弟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诚的天父上帝，当阮自己伫你的圣殿内，阮往你来恳求。每一摆做礼拜，拢是阮得到祝福的日子。每一摆，阮伫礼拜堂对你所发出的祈祷，你要伫天顶来甲阮成就。无论阮人生中间有顺境或者逆境，主你拢是阮的上帝，是阮的倚靠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自责，阮要静静听。求你的圣神将智慧的话放入阮的内心，佮赏赐你的开力，互阮勇敢壮胆向前行。特别来帮助伫向日葵学院学习的这每一个学生，互因伫人生中间找到因家己生命的亮光，会当找到因生命的标杆，知影何去何从，会当找到因人生中间对因有帮助的一条路。主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对人生生命所祈祷的，就是甲你讨。主啊，阮一生着做什么？对阮有利益，愿天父上帝，你用圣神来帮助阮，互阮伫你内面会当得到造就甲帮助。阮安尼脚步静静听，求你对阮讲话。阮安尼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像这顶礼拜的圣经的主题。是对罗马书14章17节的最后一句话：活伫圣神的内底，满足喜乐的人生。伫这个所在，圣经甲咱讲起，咱要有满足喜乐的人生，爱有3项代志。第一，爱做好的代志，公义英语叫做 justice， 意思是做对的事情。第二，和平伊原文的意思是 shalom，shalom 的意思就是一个祥和、平静。安静的所在，就亲像敬拜赞美中间，咱最后所吟迄条诗歌，真做咱的祈祷。无论受到什么种的风影，我要勇敢壮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继续顶礼拜的礼拜，也愿天顶的上帝甲所有伫今仔日礼拜，包括向日葵学院的同学，甲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赏赐伊的圣神，充满伫咱每一个家庭，充满每一个。较无以活命的天父上帝，互咱有把握的上帝圣神的活开，加做咱的力量，加做咱的开拓。那安尼，咱继续顶礼拜讲无了的，就是我若假使较无上帝的祝福，有满足的喜乐，那安尼我就怎样做？我当如何做，我的生命才会充满了幸福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也回应咱的祈祷。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来听今仔日圣经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有一句真吊诡的话，但是嘛有一句真重要的话。这两句拢是金句。第一句就是提多书第3章第8节的上路尾句。伊讲上帝的祝福是为着要互相信伊的人一生致意做这的好的事业，这的拢是好。有利益伊的生命，一生做正经的事业，这是中文的翻译。讲咱伫一生中间都要做正经、实在、正直的事业。但这个正经这个字，其实是到上尾啊抓迄个拢是好共字。好，伊伫圣经的原文叫做 kalos。kalos 的意思就是完美、没有瑕疵、卓越、美好。我要用这句话来鼓励兄弟姊妹，咱花伫咱的心中，甲上帝祷告。主，你要赏赐我的生命是一个卡洛斯的人生，意思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疵。我的生命要充满上帝你的卓越、有特色的人生。咱对上帝讲，主啊，这是我一生所渴望的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今仔日的礼拜的结论，就是咱甲上帝讨3项代志。我一生做对了事情。第2项，我每一天所讲的每一句话
都讲对了话。第三，在我的人生中间有一条不用换跑道，就是从我少年一直到我年老，是一条更真更我受祝福的路。做对的事情，讲对的话，走对的道路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嘛愿在座这许多人的，无论是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，愿恁通过祈祷的操练，来祝福恁的囡仔，鼓励恁的囡仔，陪伴恁的囡仔，一生无论拄着心中的艰难，上帝甲因三甲弟弟，这就是咱今仔日的祈祷。第一，最正经的事业，所以毋是什么样的事业，拢是上帝看做好。所以咱伫这个世间，咱对少年开始，就是咧找一个真适当的职业。当然，有的人因感觉好的职业就是会当赚大钱。但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伫圣经内底有了解，你一定知影耶稣袂安尼甲咱讲，因为耶稣会讲，迄是外邦人所求的，对无？恁着叫先求上帝的国，甲上帝的义。所以咱一生正经的事，到底是甚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囡仔成长的过程，咱诚做一个守望的祈祷的爸爸妈妈，陪伴咱的囡仔，伫因的人生要行头前的道路的时，甲因参详，甲因讨论，互因真适当的建议，互咱的囡仔。就亲像上帝科学院的学生，伫老师阿姨的身边，上帝互恁有真好的陪伴者，要诚做恁的鼓励，嘛诚做恁的一个指导者。竹堂教会是恁另外一个家庭，喜乐保育院嘛是恁的另外一个家庭。所以等恁成长的过程长大以后，喜乐保育院甲向日葵学院永远欢迎你们回来。愿天父上帝也帮助恁头前所要行的路，虽然有困难，但是勇敢向前行。因为一个人若一生坚持做对的代志，到人的一生会享受所结出来的果子。主甲咱三甲弟弟，用伊的圣心来感动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干那静静听师会所共读的圣经，毋是干那听牧师的解说甲分享。会当对咱的心中有一种的感动，问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的一生应该要做甚么？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我应该要做甚么？是我应该做，毋是别人。因为上帝所量身定做，互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是无共款，拢是独特。所以愿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用敬虔的心，安静为你家己祈祷，问上帝讲。主啊，伫我一生中间，我着做甚么？愿主回应你，因为圣经中间有真侪话甲咱讲，咱着爱做甚么代志。保罗甲彼得拢是初代教会内底最要紧的信仰的老爸。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，彼得安尼甲伊的兄弟姊妹讲：上帝已经将关于生命甲敬虔的事，咱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事，就是活命。甲敬虔，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要有智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讲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要有智慧，因为迄就是智慧的源头。更较济，伫以赛亚11章第2节，伊讲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因就要得到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知识。最要紧就是对因内心，伊知影上帝是通敬畏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因为咱认捌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上帝要将这个真奥秘、真重要的事来讲互咱听，也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代表伫伊的祈祷中间讲：我受苦是做我的利益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是听起来足吊诡，人拢无爱判病，有啥物人爱志愿要判病？人拢无爱拄着车祸，嘛无爱拄着艰苦的事，对无？但是为什么代表伫伊的诗篇119篇，毋是19篇，是119篇？代表讲我受苦是做我的利益。这句话是真吊诡的话，但是如果你若读过中文，特别是伫高中的阶段，
可能咱拢会读到一句话，叫做“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怎么样？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活乱其所为，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兄弟姊妹，敢若听无书安尼读一摆，恁无的确背起来。但是你会当去 Google 看卖，“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”，意思就是天顶的神若要将一个真伟大的使命，一个祝福给咱，伊会安怎做？这句话就是拄拄代表讲受苦做我的力量。伊讲什么？伊讲先苦楚伊的心智，互伊的内心拄着困难，互伊感觉家己丧凶，互伊感觉欠缺，操练伊，互伊腹肚枵，互伊当忍耐节制，佮扰乱伊的心内。伊感觉心内真逼迫、真艰苦、真苦楚、真看路，有压力。但是伫迄个压力的中间，这个孟子伊讲什么？扰乱伊的心性，扰乱伊的感情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增益，增加伊的利益，其所不能。帮助咱所有的运动选手，拢需要透过一段真严格的操练。伊才我都叫做一个真勇壮的运动选手。音乐家嘛是安尼，艺术家嘛是安尼。世间无简单的事，那一生拢求简单，就是一无所成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苦楚，这是人生中间必然的代志。所以，原今仔日这两句话，就是代表讲，我受苦做我的利益。兄弟姊妹，常常陪伴你的囡仔伫家庭中间做因的模范，拄着艰难的时阵不逃避，勇敢的真正向的去面对咱所拄着的代志。多撇问题未解决，都只有认真用安静、用智慧、用忍耐来面对着咱所拄着的问题，接纳咱所拄着的艰难，咱就要得到训练甲利益。这嘛就是今仔日代表伫119篇第73节，伊讲什么？伊讲上帝用手创造我，成就我。虽然白话字圣经讲正我的意思就是成就我的生命。上帝创造咱，上帝成就咱的一生，互咱有智慧。白话字的圣经是翻做，单话圣经翻做，互我成做有智慧的人。但是伊的原文。和本的圣经翻译了较好，和本的圣经讲使我有悟性，悟性就是安怎么？就是理解的能力。我虽然受苦，但是伫受苦困苦的生活中间，我忽然有一种的了解。我的爸爸安尼甲我训练，互我真侪压力，真侪要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爱我，爱我好，爱我有能力，爱我真侪受训练的人。天顶的上帝嘛是安尼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代表佮继续落去第74节，伊的祈祷是安尼讲：伊讲，倘互人看到我的时，就羡慕；人看见我就喜欢。意思是讲，当人来看到我一生的时阵，因就感觉，若会当亲像这个人啊，我一生就有价值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代表是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通过我的生命，通过我的生活，互人看到你。因为今仔日的我，毋是我家己，是上帝你所想事、成就创造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你的囡仔，互你哪看哪介意，互你的囡仔也真做你手中的骄傲。亲如圣经上帝讲，咱若伫上帝的手上，手掌心，咱要真做上帝手上的华冠，国王咧伫的无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人。拢要真做伊的宝贝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求你用你的话对我讲话，互我听见了后会了解，有悟性。悟性的意思就是一个理解能力，一个顿悟亮光。主甲咱三个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安静咱家己。拄则我已经有甲咱回应，我读这段圣经的时，一个疑问。世间较有一种受苦的人，佮欢欢喜喜，迄毋就空的。
破病啦、车祸啦，拄着艰难，伊讲拄着这才是对我有利的甲造就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是非而是，很吊诡，听起来真好的了解，这种话无道理。但是这句话对咱来讲真重要。这句话的受苦这个字，本身嘛是一个足水的字，伫圣经旧约的原文叫做安娜。安娜，你拄着什么代志，咱拢说安娜，对无？这个字读起来音都共款，就是安娜。安娜这个字出现伫圣经中间有足水的意思，足丰富。第一个翻译常常翻译做受苦，但是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谦卑。拄着艰难的人，才知影家己袂得熬力。所以古早人有一句话讲：人千算万算，不达天一位。人伫困难艰苦中间，才知影咱袂熬力。所以受苦这个原文的字，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谦卑。当我拄着困境，我行到人的极头，我拄着我家己限制，我才知影原来我无啥物通夸口。通常有成就、有地位、好嘢的人，多数拢离上帝无介近啦。当然有真甲上帝真近的人，因为咱若好嘢，咱若有社会地位，咱若有学历，咱通常拢足主观，嘛真容易骄傲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故意甲上帝讨受苦，但是咱通过孟子伊甲因迄个教子篇，就是可能是咧甲伊囡仔教、甲伊学生教的教子篇下篇内底，伊讲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行活乱其所为。意思就是扰乱伊的生活、伊的动作、伊的生活的步调。苦楚伊的心智，操练伊，扰乱伊，互伊伫扰乱的中间慢慢找到稳定、勇敢、甲坚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找到这个受苦的利益，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。耶稣伫伊的八福中间回应这句话，上界互人得到安慰，因为主耶稣讲，为着伊受苦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这句话怎样讲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为着真理来受苦的人，对就对，唔对就唔对。伫迄个受苦真理的中间，为着正确的代志，为了做对的事情而付出代价，这种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信息的上帝，将信息就是天国、上帝荣耀的国度来放伫伊的人生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用耶稣伊伫八福中间即句解说的话，咱就知影原来代笔伊早就有上帝圣神对伊所讲的话。因为上帝国是什么？上帝国代表圣经中间所有各种对天理来、对天顶来属灵的益处、信仰的好处。要长大成人，无过再亲像囡仔讲话、性情、行为真幼稚，亲像囡仔。既然大汉长大成人，就弃杀这幼稚的事，追求有价值、好、佮水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帮助咱。拄则我有甲咱解说受苦伫圣经旧约的原文，伊的字叫做安娜。安娜这个字本身有4种的意思，一种的意思等者我会甲咱解说。所以结论来讲，这个字介简单来讲，伫受苦的中间，人会谦卑，也通过咱所拄到的情景生活，上帝的圣神要将伊的话甲咱讲，然后咱伫咱的有限、伫咱的软弱的中间，咱就会晓祈祷。所以通常咱问咱家己，是伫你洋洋得意的时，你有祈祷吗？还是当你拄着流目屎、艰苦心的时，你较常求祷？通常真奇怪，拢是艰苦流目屎的时，咱才会台湾话讲到靠赖上帝，对吧？主啊，无你袂使啊！所以迄个时阵，咱就知影讲惨啊！我家己袂熬得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段圣经，互咱对犹太人、对圣神的帮助，对犹太人因的话，安娜这个字，咱知影。我4种的意思，我只有解说咱2种，互咱听。第一，受苦。安娜这个字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斟酌去看，
向下看。意思就是对咱所发生、所拄到这情景，咱斟酌目睭紧紧，该观察、该了解。在咱的困境中间，谦卑向下看的意思，有另外一个字，受翻译做谦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受苦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 cry out， 英语叫做哭喊、哭出来、讲出来，将咱的苦楚的情来讲给上帝听，来甲耶稣祷，来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拄着主耶稣，我拄着这个困难。所以伫圣经就讲，圣经中间有耶利米哀歌，恁会记无？所以伫圣经中间有一寡祈祷，迄叫做啼哭的祈祷，这就是安娜的祈祷中间的一项。愿咱伫今仔日这段圣经中间，咱明白，伫圣经中间若记着讲着受苦的事，通常拢会讲着上帝的作为，就亲像孟子，伊讲天将降大任。上帝毋是故意爱咱受苦，毋是，但是受苦对咱是有造就、有帮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你会记得顶礼拜我甲你讲一个人，伊嘛叫做安娜，迄个博士有无？迄个神经医学心理医生，伊咧讲起人的生命当中，人的脑内底天然有一个天平。你还可以记迄个譬如无？那个不是比喻。那个是很现代的21世纪的咱咧讲的心理科学跟人的脑部的功能的研究的结论。对上帝创造人到第21世纪，人才知影讲原来人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看袂到的天平。伊的结论就是讲，当一个人若过度享受，这个天平就动头轻。伊讲一个人真正会当过得很和谐。幸福的生活必须这个天平不是动头起，伤过艰苦人嘛挡袂牢，一直拢享受人嘛袂幸福。所以咧讲起人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很平衡感，在咧压力过程中间需要有平衡感。到伫今仔日遮尔科技发展、遮尔文明的时代，人才了解家己的脑部内底原来就是圣经早的。几千年前，圣经就甲咱讲，伫我内面有一个搞怪囡仔，伊常常搅扰我。伫我内面有一个人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咱能够体验自己。所以受苦，代表讲受苦对我的利益有3项好处。第一，受苦互咱谦卑，互咱明白，咱是一个有限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古早人早就甲咱讲。人外有人，过来咧，天外有天。这句话咱拢会晓背，但是有时咱无容易了解。真正这是在考验咱，要有谦虚，爱对咱家己的生命内底要有一个谦虚的感觉。第二，受苦的意思就是，当咱伫这个困境、困难的中间，来向下看。正视的意思就是讲，真认真来面对，勇敢向前，迎向。伫两种的运动过程中间，拢是迎向困难。风吹，若无风袂飞，咱知无？而且迄个风一定不是顺风，一定爱逆风，对无？风吹所扭落时阵，遇到一个逆风，迄个风吹才安那？张满环，迄个船旁，伊才会当。安尼，航船咧航海嘛是安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困境的中间，会当吹到上帝的话，会当听到上帝的话。第三，要鼓励咱，伫困难的中间鼓励咱勇敢壮大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昨暗的查经班，就是查着耶稣甲伊的身边的人讲，特别伫甲迄个圣经管会堂的街路，伊甲伊讲。唔免惊，只要相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礼拜，唔是干那听道理，是真正咱醒起来，咱知影咱是一生是有限的。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所以今仔日有2个结论，要邀请兄弟姊妹，诚做你一生中间学习的功课。第一，咱伫困难的中间，咱就常常倚靠祈祷。伫困难的中间，对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
伫即个困境中间，互我看到你的意思，就亲像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引用耶稣基督伊所讲的8福来回答受苦。耶稣讲，为着义来受苦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受苦做咱的利益，意思就是互咱活伫上帝的公义，活伫上帝的正直，做对的代志，讲对的话，行正确的道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明白受苦对咱有利益，所以勇敢来面对咱所拄着的代志，而且伫祈祷的中间来听圣神的声。所以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咱拄着艰难的时阵，咱就要进入去礼拜堂，伫圣神的面前，甲圣神讲：“亲爱圣神，求你帮助我。人甲我关所有的门，但是求你甲我开一条机会甲恩望的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艰难的困境的中间，咱有属灵的智慧，通过圣神的帮助，静静听。就亲像咱今仔日敬拜赞美所吟的第3首，我要静静，我要安静，因为袂当安静的人，就无容易听到上帝的声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我要用几个真特别的灵修的老师，因所讲的一句话。这灵修的老师拢是伫20世纪初中间影响全世界最要紧的带人灵修的人。这个叫做巴克，这个牧师，伊写几啊本中文的翻译做中文的册，其中有一本讲：当我伫软弱的中间，甲主耶稣同行，我就要得到伊所想赐我的快乐。这就是以马忤路上，伫死实行刑中间，耶稣学生失去信心，但是伫以马忤的路上，耶稣甲因同行。所以巴克这个牧师受人称作伫20世纪中间真有影响力、最有影响力其中的一个人。伊所讲，伫咱的软者的中间有主耶稣同行，你的生活就是一条朝圣之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个牧师的故事，我嘛甲恁讲过。其实伊毋是牧师，伊是神父。伊曾经罹患了忧郁症。你讲牧师也会忧郁症哦？你若毋通想讲牧师是神，还是讲伊都袂破病？毋是。牧师甲咱拢共款，有七情六欲，有人的情绪，有人的软弱。但是这个叫做卢云，这个牧师，伊是荷兰背景的一个神父，伊诚做20世纪初最要紧一个属灵智慧的导师。伊拄着忧郁症的时阵，伊到一个修道院，嘛是一个身心障碍机构，叫做方舟，伫加拿大，叫做方舟一个身心障碍机构。伊伫遐一方面嘛咧疗养伊家己。一方面嘛，贡献你的能力来陪伴身心障碍者。真奇妙，上帝通过一个这个智能，这个发展不足的一个查甫囡仔，这个囡仔甲伊的互动3天的过程顶悬，这个神父互迄个囡仔的纯真，互迄个囡仔对伊的渴求，互迄个囡仔对伊的回应的听，如云伫迄个中间。得到释放，伊讲：我来是为着要照顾这个身心障碍的囡仔，不拍算，上帝用这个身心障碍的囡仔医治了我。后来伊将伊这种的心境，就是讲伊这种伫困境中间，迄种的心思的苦读，伊写做一本册。迄本册的册名叫做《负伤的疗愈者》，意思就是讲，当一个人受过苦。后来伫受苦祈祷，得到头棒真捌，真正经历到上帝的帮助的人，伊才有法度真侪真正同理心，嘛会当帮助人的人。所以，爱弟姊妹，这两个故事拢咧鼓励咱，受苦对咱的利益，就是这种属灵的利益。咱拄着的艰难，是为着将来，咱回头过来。耶稣讲：我已经为你祈祷。伊甲彼得讲：我为你祈祷。当你得到坚固了后，你回头的时，
你要坚固扶持你的兄弟。所以，弟姊妹们，咱的教会是一个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、互相鼓励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这句话为咱家己生命的改变来祈祷。代表讲，你的手创造我，正伫我的身上，求你予我智慧，求你赏赐悟性。求你伫我的生命中间创造属灵的智慧，予我伫艰难困苦的中间，我的心智重新得到平静。你的恶梦进入我的内心。如云伊讲，我受过伤，我走过低潮，我走过许多黑暗的夜晚，但是上帝通过一个真单纯的囡仔，伊予我得着医治。所以，弟姊妹，上帝就是这样奇妙。愿今仔所听的每一个故事，对咱拢有意义。愿今仔所听的每一个故事，对咱拢有启示甲帮助。这是我真爱听讲道篇的一个牧师，伊叫做保罗瓦夏。瓦夏就是咱咧说罗斯的时阵有一个特钱啦，这个英语名真出名。所以古早欧洲的人的名，因的家族的名，拢有代表因的祖先的职业啦。帕提亚的啦，本达拉的啦，做什么叫因的？迄个名的姓，拢有因的背景伫咧。普瓦夏这个人，伊写一本册，伊讲上帝要伫咱的软者，伫咱人生中间的软弱的中间，继续伊的创造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要伫咱的困境的中间，继续以伟大奇妙的作为，伫咱的生命中间。经过几千万年了后，人类才发现，伫人的脑内底有一种的细胞，伊若拄着好的幸福的时阵，伊就产生多巴胺；人若拄着困苦的时阵，伊心内分泌某一种酵素，甲伊讲小心、谨慎。所以这是后来精神科学人才发现，今仔日咱继续咧创造叫做 AI 晶片。但是我感觉，这科学家互咱看见一项，就是上帝的创造，减无比佫较伟大嘛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，人类无遮尔文明的科学，人类无遮尔有功效的电脑甲晶片，但是上帝已经甲人的脑部创造甲遮尔精密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珍惜咱家己。我们的生命是上帝伟大奇妙的作品。咱伫做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帮助。所以，第二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为着你的一生所做的第二个祈祷，伫今仔日礼拜学习的第二个祈祷。咱甲上帝祷讲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开我的耳孔，开我的心，互我明白。圣经中间保罗所讲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如果这则的圣经对你来讲，那是一个有意义的应允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问讲：主啊，你知我听你；主啊，你知我真心敬畏你。天顶的上帝，你知我甲你当作我的上帝。天父，我嘛知影你伫我人生中间有你的计划，甲你的安排。主求你帮助我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带我开始寻找到上帝你的预备，互我伫人生中间明白，我一生要做什么，对我有利益甲好处。这就是今仔日第二个祈祷。咱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我明白有价值的事，精致的、美好的。没有瑕疵的，亲像牧师拄则解说讲，这个好，这个字叫做卡洛斯这个字，咱甲上帝祷讲，好得无比，主啊，水无比，是一个价值无比，是一个完全没有瑕疵、无瑕疵的生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这个话放伫咱的心中，这个问题放伫咱的思考甲祈祷的内底，咱问圣神讲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开我的心，互我明白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什么是利益我，互人的比甲人体较有福气，
这句话毋是道理，这句话是真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愿今仔日这个圣经的话写伫咱的心中。伊讲这句话是实实在在，这句话是真实的。真实这个字叫做阿门。英语翻作 truly， 真的 truly， 用真的信息实实在在。愿天父上帝伊讲，伊的话要互信靠伊的人，注意留心专心做好的事业，正经的事业是有利益到家己性命的。愿主这句话摇动咱的心，咱无搁再做糊涂的人。愿天父上帝互咱的脚前有伊的引带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正经的事业，不投机摸狗，不偷工减料。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啊，在咱伫礼拜中间讲偌济摆啊，对无？但是咱敢有真正有这种的坚持？今仔第二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的意思是坚持啦，持续，和上帝的美好，和上帝的美丽，和上帝所小数人类，伊看咱最宝贝，看咱最精致，是珍贵没有瑕疵。求天父上帝甲所有的向日葵学院的同学同在，告诉自己，我是美丽的，我可以活得漂亮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囡仔，活出美好的生命。信用最重要、最宝贝，信用最重要的能力，就是让人活出来，在矛盾、冲突、艰难的中间得到释放，活出和谐跟美好。愿天父上帝将这句话写在咱的心，做对事，说对话，走对路。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提醒咱，一直到咱一生的路尾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愿伫你面前，特别为着向日葵学院的同学来祈祷，求主你帮助因，让你一生能活出美好。主，阮同齐伫礼拜中间，阮要向你来恳求。主，第一项，互阮找到有意义的事，勇敢正直，无惊吓，只有信。面对阮头前你所计划的路。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一生是一个坚持，就是活出美好。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赞美，请向日葵学院的学生。生的孩子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。身在天上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必将万事不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凡真心依靠他的必求
就花的假死，献出疼痛的根基。田中的白灵丝，无欠亏啥呢？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显芳美，总是全美的上帝，为你心事真好奇，予得就花的假死，献出疼痛的根基。也予花石雨满满，亲像海边土山，阮得自爱伫到万世代。我要举手敬拜伊，出欢喜的歌声，学落亲像伊名永无山。牧师来带你们祷告哈，亲爱的姊妹，我要邀请咱做伙来，甲这囡仔祝福哈。上帝可以带因来到咱的这个信仰的家庭，请做上帝手中新的画面。啊，咱做伙来为这个囡仔来祈祷哈，啊，为所有的同学来祷告哈。来，天顶的上帝，阮将这届毕业生交伫你的手中，求天父上帝帮咱，因能够展翅上腾，亲像因所唱的歌，因要勇敢向前，亲像空中的白灵丝，享受因自由飞翔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因伫人生的中间，就亲像上帝你的光照，互因影响阳光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每一个孩子拢交伫你的手中。祝你祝福因，互因充满了美丽，互因充满了智慧，
互因充满了良善，互因充满了圣灵存在，活出美好的力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因，互因有思考的能力，互因有新的品格、良善、美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所有这同学，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，主你互因得到帮助。阮感谢你，互因伫阮的身边有一段真宝贝的时间，阮要为着因来恳求你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求天父上帝你亲自照顾，因为你比阮更较疼因。阮将向日葵学院的同学交在你的手中，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，阿门。耶稣爱你们每一个人，加油哈！特别是毕业生向日葵学院的院长、牧师包括陈牧师跟我们都很爱你们每一个人加油！请回座，请回座。好，请回座。现在咱来吟圣诗，来准备守圣餐。咱来吟圣诗，来守圣餐。主，我大救跟爱给你的名，对接受物件来甲主相亲，愿坚固相求。你进来，让一切忧伤交托你去。我对相信你的真病。照亮你的听，当我的掌声，你的掌暖，用心来享受下罪的平安。来付出恩相，对我所背叛，大金羔羊，当我们享受，尽量来享受。请坐。
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，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，我要进入就近因，甲因啉食，因也要甲我啉食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，甲恁三甲伫地。所听的姊妹，请注意来听。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捌对主领受，也传授互恁，就是伫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有8饼祝谢，安尼讲，即个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逐摆咱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照着你的教示，摆设即个圣餐来纪念你。求主你亲自来到阮中间，来主持即个圣餐。求你圣化即个饼，互伊成做你的活命的饼。求你圣别即个摆咧伫你面前的葡萄汁，互伊成做立约新约的杯。带有上主耶稣你家己宝血的权柄甲开力。主求你圣别阮所领受的饼甲葡萄汁，成做阮属灵的食物，互阮的灵魂得到养持、永壮、健康。主耶稣，请你来，请你亲自将你所享受的新约的杯甲活命的饼来享受阮。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，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来请陈英宏长老甲邱家长老来旁边。主耶稣讲，这个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饼就是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所听的姊妹，来用感恩的心，安静准备来领受主耶稣的圣餐，伊的饼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。虽然阮未看得，但是阮感谢你，无保留的疼。主耶稣，求你进入阮的生命中，食做阮的活命，食做阮的快乐。主耶稣，阮感谢阿罗你。主耶稣，阮感谢，虽然阮未看得，但是你无保留的疼，你牺牲家己，定是你家的死埋葬，成做阮的噩梦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所享受阮新的活命。主耶稣，阮感谢学了你的生命。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伊为着咱来死，咱要为着伊来活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
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？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用安尼来纪念伊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来请陈英宏长老甲陈忠胜长老来旁杯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是伊所设立的新约，是伊用流出的宝血所设立的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虽然未看见，但是咱恭敬伫伊的面前祈祷，用伊的宝血洗清咱，用伊的宝血，亲像活命的水泉，充满伫咱的生命中。主讲，这是我的身躯所流出的宝血，我用这个宝血设立新约，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设立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用伊的宝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的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，来用安尼来领受纪念伊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阮三甲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成做阮灵魂的食物。佮明白你疼惜阮，也互阮食做耶稣基督身躯的肢体，是你祝福的囝子，是国度的后裔。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，将阮家己本身交托你的事，
求你接纳阮，用你的慈悲扶持帮赞，互阮甲你持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咱以后通荣光你的圣名，用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准备奉献，感谢上帝，咱用感恩的心来准备奉献。大家请坐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今仔真欢喜，有一位人客，就是对美国倒来王顺杰牧师娘伫咱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，咱伫主的厅的内底来欢迎伊。王牧师娘坐伫咱后壁遮吼。耶稣听你，敢有第一摆咧，也是讲真久无倒来做礼拜兄弟？咱用即条诗歌，咱来互相祝福，特别为着顶礼拜过往的。第一次来吼，欢迎你来吼，真欢迎。歹势我的阵的是玛丽，所以你看见只要是玛丽姐妹，所以我想讲你是玛丽姐妹，真欢迎你来吼。耶稣爱你吼。咱纪念拄过往顶礼拜过往的阿婆红串对阿婆102岁吼，伊伫过来拜二要举行告别式，是文义兄、文新兄、文明兄因的妈妈吼，咱纪念伊。咱嘛纪念出外的即个刘玉敏，咱希望伊伫德国的即个入学的考试会当顺遂。然后即咱纪念。咱中间你所少年的身躯若有欠安的人，咱咧吟即条诗歌的时，咱家己讲，
耶稣听你，吼，咱用这条诗歌，叫做咱的祈祷。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求你脱离黑暗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因为求你，所永远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愿少年，你所想事，阮一个真长岁寿，阮的长辈红带对阿婆，阮纪念伊过去留予阮的形影甲印象，常常喜乐的笑容。主感谢你疼惜伊，予伊有真长的时间甲伊的逝世，亲族过伊的一生。主你予伊休困，你带伊倒伊到天堂的所在。阮恳求你安慰伊所有伊的囝儿逝世，主愿求你保守照顾，出外为着入学的考试的刘玉民，求你帮助伊伫德国，伊所有的行程甲伊的心意，通得到上帝你的欢喜祝福。主你甲伊开门，主你甲伊陪伴，主你保守伊带着好消息，倒来到阮中间。主愿为着伫网络顶阮甲阮做礼拜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求主你施恩祝福，祝福阮伫你的国度，无分伫什么所在。主若有需要向你求救的人，你就伫阮中间，特别你照顾无通伫阮中间做礼拜的年长的长辈，求你赏赐因伫年长的会所有健康甲勇健，主照顾因出入平安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所听的每一个囝儿查某囝，亲自对你领受，你对天地来的帮助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这礼拜生日的生日的姊妹兄弟来头前，吼，咱做伙祈祷。真侪人生日吼，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为着每一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你甲因画手，你亲自用你的圣手画伫因的身上，主你用你温暖的油加添伫因的生命中，互因的杯是甘甜，佮丰盛充足。主愿将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无论因伫什么所在，主你知因的生命，因嘛知因家己的生命是你所赏赐。愿主你的圣神听因的祈祷，互因伫生日的时，因捧起来的杯是清气，但是主你就甲因充足灌压，互因领受上帝你所赏赐，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的杯。主愿伫你的面前也恳求你，搁我的灵进入伫因的生命中，互因的心神中间带有主耶稣你搁我的权柄，伫过来一年中间做一个生命好的管家，活出美好。主你帮助因做正直的、正经的事、美好的事，做对的事，讲对的话，行对的路。主祝福因所行过每一个脚迹，拢成做上帝你的见证，互人看见上帝你的恩典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他说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咱来请师回来报告。
咱即礼拜开始，咱恢复爱餐，咱已经3年无爱餐吼。若无赶紧，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留落来做伙交易，咱做伙伫做伙厅内底，咱做伙来守爱餐吼。以上，请师会来报告。即时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。顶周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时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3暗8点伫教堂，青少年团契拜6暗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6暗7点半，咱有线上的查经班。圣公的服侍下礼拜师会请张世昌执事。领诗是我本人，司琴请陈美秀执事，司宪林安女、黄娟执事。爱餐是第2组。新眼光的读经表以及每集灵修，请咱照这顺序来看。具体交通第一，咱本主日举行向日葵学园毕业感恩礼拜。向日葵学园今年第21届毕业典礼。要伫6月初6，就是下礼拜2举行。咱礼拜2举行。咱即届有4位的毕业生，愿上帝祝福因，行伫上帝光明的道路。第二，咱主日礼拜了后有中执会，请中执出席。第三，下礼拜。台南神学院纪念主日，王进财牧师代表神学院前来请安报告，请兄弟关心神学教育的需要，奉献及代祷。第四，本会红带队阿婆安孝主怀6月初6早起时10点半，要伫台北第2殡仪馆至真2厅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咱继续为族来代祷，请咱嘛继续为生日的兄弟来代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也是有出入的，请按过界人员来更正。代祷的事项，第一，请咱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这个感染来祈祷。第二，请咱嘛继续为着身心欠安的兄弟姊妹钟岩。丁丽华、詹达、张仁巨、黄宏仁，以及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代祷。第三，为着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来祈祷，为着升学的代祷，升大学的有硕恩、以义甲名誉。第四，咱嘛请咱为着适婚的青年因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代祷，妇林一集德克达雅。这是咱三个来用上言圣诗50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。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，请曾牧师祝祷。荣光归圣父上帝。心来祈祷，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
大家请坐，灭倒避讳。